主哦，请咱来起立，咱们要用这首歌来敬拜咱的主，来学乐咱的主。咱的主是安怎的主呢？互咱今仔会当来到圣殿的哦。咱的主是互咱有生命，这位圣神踮伫我的心。来，2、3。来，相信信念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平安。相信信念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平安。学乐主，学乐主，亲像早时代平安。学乐主。但是信念我的心，我要来拍手，亲像早时代平安。但是信念我的心，我要来拍手，亲像早时代平安。学乐主，学乐主，亲像早时代平安。学乐主，学乐主，亲像早时代平安。继续来哦！相信信念我的心，我要来跳舞，亲像早时代平安。来跳舞哦！但是信念我的心，我要来跳舞，亲像早时代平安。学乐主，学乐主，亲像早时代平安。学乐主，学乐主，亲像早时代平安。哇，这位主是咱的什么主啊？救主阿妹吗？这位主是恭敬咱的主阿妹吗？这位主是公义的主阿妹吗？这位主是知影你我，咱过去、现在、甲未来的主阿妹吗？这位主，互咱5万个咱就爱来学乐主，搁一遍好不好？对头到尾哦，哈！咱全人全心，咱来高跳，来学乐咱的主来。当信信念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平安。当信信念我的心，我要学乐主，亲像早时代平安。学乐主，学乐主，亲像早时代平安。学乐主，学乐主，亲像早时代平安。当信信念我的心，我要来拍手，亲像早时代平安。当信信念我的心，我要来拍手，亲像早时代平安。学乐主，学乐主，学乐主，亲像早时代平安。学乐主，学乐主，亲像早时代平安。来跳舞哦！当信信念我的心，我要来跳舞，亲像早时代平安。当信信念我的心，我要来跳舞，亲像早时代平安。学乐主，学乐主，亲像早时代平安。学乐主，学乐主，亲像早时代平安。哈利路亚！来用咱的上大的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咱的主，互咱确信咱是伊的囝儿，就是主导文。咱用这主导文，咱来讲做咱的学乐。咱三个来读，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姓，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咱来祈祷吧，刚才这几句啊，3个愿一次实现
什么愿？愿你的名声，啊个咧，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伫正三个愿，毋是咱祈祷咱的主才会旨意伫正，伊的国才临到，伊的名才成哦，毋是，是咱有愿意无？我们愿意我们的行为，我们愿意我们从里面到外面都活出这一位上帝的形象，我们要来赞美。如果我们不是，那么这个祷告我们就要赶快调整自己。愿我们的行为让主的名为圣。啊，无人讲啊，你这信这是信哪的啦？我拢看拢无。国降临，咱是上帝国的囝儿，阿妹吗？所以咱的行为，咱的爱符合上帝国的国法。也旨意当然是真恶，但是伊乐意，互咱知影伊旨哦。好，咁好，咱三个来祈祷，来开车来祈祷，用这三个愿来到主的面前。哈利路亚！主，阮感谢阿乐你，主啊，你是阮天父的爸，主你这么伟大，总是主你伫阮的心内。主啊，我们学习你谦卑，主啊，我们学习主你教阮伫底。阮感谢你，阮有真济得罪你的。主啊，你的名最圣，总是主，阮是袂堪得讲阮是圣的，总是主你真对阮的快乐甲帮助。阮感谢你，主啊，阮恳求你来帮助，主啊，互阮啊知影你的国法，阮会当来调整阮，主阮若违反你的国法的，主恳求你来管教、扶持、带领，互阮的所选择的旨意会当成做你的旨意。主阮感谢阿乐，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阿门。请咱继续来用主祷文，咱来祈祷，请。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错阮的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今日即个咱有这个问题，总是这是问题，毋是咱即个人有问题，咱是属上帝的囝儿。上帝要听咱，互咱这个问题交代伫主的手中。首先就是咱这个人啊，咱这个人爱先调整，拄则迄3个愿调整，那一切上帝拢要赏赐互咱。咁好，咱若有需要的，请你起立，咱的牧者甲咱的长老会来为你来祈祷。其他的兄弟姐妹，咱就开喙来为着你所在，也是你家己的需要，来甲主的上帝，特别是我这个性命，当我拄着这困难的时阵，主啊，帮助我，互我心内有你的快乐。咱三个开嘴来祈祷有需要，请你起立。咱的牧师、咱长老要为你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阿罗你，是啊，主，你知人的需要，主啊，你知啊，你囝儿，主啊，阮的性命啊，无伫你的手中，时阵阮就死亡了。总是主，是因为你啊会看顾，是因为主你来引带带领，主恳求你来带领扶持。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你每一遍用你祈祷来引带阮，主，你知阮的日子，你要赏赐互阮，主啊。你要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主啊，阮真正是袂堪你，总是主你看阮最宝贵。主啊，你用你的听甲管教伫阮的中间。主，阮感谢你，互阮恢复你起初互阮的美好，因为你是这位美好的主。阮感谢阿罗你，哈利路亚！主，阮感谢阿罗你，你听阮祈祷的主，阮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主听咱的祈祷，因为国。关灵、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要为着等下咱的主日，咱伫教会的各种的事工，咱特别是个人甲上帝的关系，以及咱今仔日所有的这活动，也是咱的事工，拢是要荣耀上帝，要对人有帮助。10月第1礼拜好会，咱嘛为着中集。来祈祷咱特别为着第9区要来恳求特别带领区长翠芬长老美英小组长甲李英小组长，主纪念因的辛苦，嘛互因知影要来引带羊，因为主你是阮的大牧者，你要引带带领，成做阮一切的需要。咱刚好起立，咱三个来用主祷文来成做咱的祈祷，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
无底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恁正百姓，恁攞着大手，着用得胜的声，大声学罗上帝，因为耶和华至权的、通行的，伊是大君王，管理全地。请咱做伙来吟圣诗582首，慈悲疼痛大灵君。请咱来吟全首。慈悲疼痛大人君，愿你照顾我灵魂。大营那所看落来，大风公公那好塞，都是我拢无路。这是我你经照顾，带我平安到地上。哦罗上帝大尊名，拄起主耶稣意愿，我无多想啥通我。无人能够同情阮，软弱也是我灵魂，大将万事交托你，愿你欢喜来支持，我要的理是的。照顾因错落无停，我的心我默默是，有悔罪恶得到底，你的恩惠不知情，我有知性知心。老李保卫世我边，哦我来我亲像神，我你安慰我灵魂，随时软弱没有问。请咱游玩卡地做伙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学罗你，对创造世界以前，你就听阮拣选人，互阮会当成做上帝蒙恩的儿女。每一天享受伫主内面的眷顾甲保守，无论阮伫倒落境遇如何，你拢甲阮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主啊，感谢你赏赐宝贵的话语，互阮，诚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无偏离你的道路。你的话伫阮的生命中发出光，互阮有聪明智慧。也愿主常常指示阮着行的路，当做的事，通互阮的生命会当荣光主你的名。主，你有无限的恩惠，互阮伫任何时阵拢会当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为着要得到怜悯，领受恩惠，做随时的帮赞。感谢主，不管是会陪伴甲同在。国较感谢你伫基督耶稣所赏赐互阮天顶逐样属灵的福气，互阮有活泼的愿望。阮国较要注意来跟对主你的脚步来行。主啊，你讲忧伤痛悔心，你无看轻，求你赦免阮常常有的骄傲甲自我的罪，常常有意无意会互本地家己来掌管生命。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有形体的、无形体的、明显的、暗藏的，阮拢要一一向你来坦白悔改。主啊，你知阮的软弱，阮的无才调，但是你犹原用你的恩惠甲怜悯款待阮。你甲忧伤痛悔的人同在，为着要互阮痛悔的心醒悟。主啊，阮要用你的信息做食物。用你的应允做保障，恳求圣神常常甲阮同在。感谢主，你听囝儿的祈祷，愿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靠基督耶稣得胜的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20篇，诗篇90篇。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正山也袂受造，大地甲世界也袂造成。你永永远远是上帝。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粉，讲人啊，着回归原本。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早日，亲像暗暝的一更。这声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迷茫。亲像草早起时不宁，早起时发起来无声，暗时凋谢打气。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因为你的大生气惊吓，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面前，阮秘密的罪伫你面前暴露出来。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下过去，阮的一生亲像土一个开，阮的岁数不过是70，若勇行通到8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人生亲像在飞，10000年久就过去。谁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谁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的心有智慧。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怜悯你的仆人。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你互阮一生偌济艰苦灾难，嘛互阮一生享受遐济欢喜快乐。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主，阮的上帝啊，求你赐福互阮，这声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
求你予阮所做的一切行通。即时咱要请信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是英文的诗歌，就出声。请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卷19章16节到30节。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卷19章16节到30节。巴户人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囝示每赶紧甲犹大人落来迎旨代表王。甲伊来有1000个便雅悯人。有所罗家的仆人西巴，甲伊15个囝20个仆人，因拢赶紧过约旦河去见王。有人照王的意思，用船护送王的家眷过河。王伫要过河的时，基拉的囝示每来拍伫王的面前，对王讲：“我的主，我的王离开耶路撒冷的时，你的仆人有背逆你。”但求我的主毋通追究我的罪，请王毋通将即个代志记条条，藏伫你的心内。你的仆人明明知家己有罪，所以今仔日约瑟全家我第一代先落来迎旨我的主我的王。西罗亚的囝亚比斯讲：示每捌就做上主所抹油选立的，敢毋免互伊死？大比讲。西罗亚的囝，这毋是你的代志，恁的代志，我来处理就好，恁毋通反对。今仔日以色列中，敢通有人受处死？我敢毋知即阵在做以色列的王是我。王就甲示每讲：你毋免死。王就对伊就抓。扫罗的孙米非波设嘛落去迎旨王，伊对王离开的日到王平安回来。无洗骹，无收喙手，嘛无洗衫。伊伫耶路撒冷迎旨王的时，王问伊：米非波设，
你若无甲我做伙去，伊应讲，我的主，我的王啊，迄阵你的仆人有准备如，想要甲王做伙去，毋过我是摆卡，我的仆人西巴骗我，搁伫我的主，我的王面前诽谤我。我的主，我的王，亲像上帝使者，请王照你看最好的对待我。我的爸全家伫我的主、我的王面前拢该死，毋过王又要互你的仆人甲王做伙食，我哪有权通过对王请求什么？王甲伊讲：你毋免阁讲你的代志，我决定你甲西巴平分遐个土地。米非波设对王讲：我的主、我的王已经平安转来宫内。遐个土地拢互西巴嘛无要紧。以上，即时请老应验牧师讲道所要讲的题目是人生的歌，人生的歌。有牧师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人生的歌，人生参像一首什么歌呢？过去咱可能是唱一首悲歌、悲哀的歌总是即马以应验牧师来讲，即马是唱一首喜乐的歌，以上主的喜乐做喜乐。咱不管拄着什么境遇好歹，拢会当来喜乐，以上主的喜乐做喜乐。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伫阮人生的歌，主啊，你是即位写歌的主人。主，阮人生有真侪的曲谱剧本，总是主阮感谢你，互阮即个剧。主，阮就好好来活出主你的剧，嘛，互主你的大剧做阮所笑念的。无看阮家己最好，无看阮家己是对，阮总是以主你的公义做公义，你的疼心做疼心，互阮会当谦卑来跟对主，互阮听到你的话语，搁照安尼去行，成做阮生活的准则。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想最近这个副总统候选人咱的郭董伊候选人，所以这个剧大家就知影吼，人选之选哈伊要搁开始这个演伊其中有讲到一个就是讲，哎呀，你爱用大局啦，大局为重啦。我想咱是伫这世界干咧活动，也是咧工作的人，也是生活的人，也是家庭，甚至是家庭哦，咱总是会听到这句。我毋知是你是定定咧讲这句的人，还是你拢互人讲的人。就是讲，你是这个在上位者，定定咧甲下骹的人讲，大局为重啦，你就忍忍吧。啉来一个啉一个就过去啊啦。也是你是定定去人讲的，讲你要看看大局嘛，人人这个爱局，这大局格局爱大结局这影响到你的这个结局呢，格局影响到你的结局。我想有真侪人有真侪解说，我搁较侪的长辈特别是咱这个日本时代的长辈当伊甲老要见上帝面前的时阵，拢有一个怨叹：我捌用情绪勒索我的囝儿是谁？我捌用我的公司、我的位置决定人会去还是老的时阵，我用这个。大局为念，大局为重，来互人勒索人的情绪。当然嘛，有一寡人甲年老要去见主的面的时阵，才讲：我一生啥那拢以别人的局为念呢？上主啊，你互我伫生命中的局格局，我有没有好好的来活呢？主啊，你伫历史中。这个大局，你的计划是啥物啊？咱是毋是搁较想，咱伫人生中间，咱伫历史中间，特别是伫咱家庭、伫咱教会、伫咱的国家中间，咱伫这个大格局内面，咱的定位是啥物？定位是什么？是很重要。你定位在哪里？你的大局那个方向音乐牧师常常讲。这个方向比速度更加重要。你若方向对，你速度慢，
你就永远行会到。你若是方向唔对，这格局你根本就唔对嘛。咱买厝就知影，这格局根本买时阵格局都唔对啊。要安那？拍掉重练，重新定我们的局，重新方向对准神。安尼，咱就是慢，嘛无要紧会到。总是你若方向唔对，互你紧紧啊，结果是走无共款的。哎呀，咱甲主见面的时阵，咱就真亏欠，真可惜哈。咱今仔日要来介绍一位蔡医师，总是伊人生的格局有一点仔改变。伊知影伊人生要用什么局，是上帝的局。这个局格局呢，也是要用伊家己对细汉梦想的局呢。我们的格局会决定我们的结局。那么这个格局它有改变吗？它有打掉重练吗？咱要来欢迎这位蔡矫锦，哇，也秒啊，几啊倍！我们才欢迎蔡医师伫咱的中间，咱用热烈掌声，一对三地门来呢，中远的哦，来请。那我就开始。嘿，对，请自我介绍。PPT 可以。好 ，PPT 来。好，大家平安哦。恁叫我饺子就好啊啦吼。想要叫饺子，因为吼最近那个 Me Too 啊，有一个最有名的黄子佼，他硬生生的甲大家吼那个饺明明就第三声，我要啦，有动吗？嘿，我的 PPT， 好，不要紧，我继续讲哦，我对某人起来啊。其实我台语吼无该练凳啊，所以吼等下吼大家原谅我一下，我可能华语比较溜吼。那我有一段经文，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哈。这个经文是我带着我的生命做了选择之后，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哈啊，我对我最感动的地方，我用昂基哈给大家拍出来哈。上帝说，好，你脚一入水，你就会看到涨水期的约旦河，从上到下就从很远的地方的停嘞，立起成垒，而且全然断绝。所以，现在这书。祭司带着以色列的人民，就从干地走过涨水期的约旦河。这是我对上帝的相信，因为上帝是超自然的神。阿门。所以我就开始走了我的人生很特别的选择。这个特别的选择呢，我感觉公共电视有节这部啊，这谁来晚餐？他帮我下了一个我觉得很世界的大标题，叫做“辞掉医生，妈，你亏大了”。这是世界讲的嘛吼？你一个月。你医生不爱做，你一个月上少会减15万，差不多啦吼。啊，我们发生什么事？我先用1分钟的短片自我介绍一下。有声音吗？没有声音。好，这是我的名蔡矫锦。好，我这医生啊吼。今天我退下来，我就是要告诉他们，这是在台南东区，生命跟时间去陪伴他们。这是我翁的名，我伫茂林是有机小农。3点多起来搬，然后再去睡。做农就是这样子啊，又不是只有我辛苦。我3个小孩子是在家自学的学生，我伫厝里家己学习家己学。我觉得老师的说好无聊。我们拉小提琴给我们的农作物听。我一礼拜台南模林2抓。小咪咪，好了，爸爸要回去了。我当初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会突然离职，然后就这待在家里。妈妈用心良苦，她居然说她不知道。OK， 好，我觉得这大标题下得很好。他说辞掉医生，妈你的亏很大。啊，这是茂林啦吼。加盖先昨天有一个美女是茂林人，你茂林拢是原住民，你去问原住民吼，讲啊，迄个种番茄老板因迄个平地啊伫对，因就记遮，来就记遐，这片就是阮的地啊伫遐，欢迎大家有空来茂林啦吼。这是公共电视给我们的全家福。当时我们的 VIP 是张文亮教授，台大的那个河马教授。然后边仔是我们全家福交一个是我妈妈外婆，小孩子的外婆。那是阮的秋葵，我直接办的地当家，你免惊药啊，这秋葵。这是阮的玉女小番茄嘛是，你免惊，你嘛免说办的地当家，这是阮的百香果，无农药的，大家也让去研究一下，百香果有没农药的哦。OK， 好，这是我先生的拳头，这是我的双手，
这是我们的苹果丝瓜，切起来得当生吃，吼，免加油啊，吼。那这是我们今年夏天的四大天王。我用这些相片是要给大家讲，上帝冲着，当你愿意花时间跟生命来陪伴他们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就是这么的丰盛，人更宝贵。好，那我近前是一个小儿科医生，那我不知道大概刚刚一个小科医师可不可以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觉得可以的，请举手。显然大家都知道嘛。那你们知道这样子还会拼命的叫小孩子，特别是女儿去当医生吗？我人不是安尼啦，我爸爸的第一志愿我都是爱做医生，所以我去做医生。好，对啊，袂兵袂歹，赚足济。后来我真的去当了医生，可是医生真的是一个可以让你找到幸福的职业吗？我跟各位讲，我满月1个月，我的小孩子就要去24小时托婴。知道什么叫托婴吗？伊来住伫遐，妈妈36点钟以后开始来甲带回去。我的老大、老二1个月花2万5，不包括礼拜6、礼拜天哦。就这样子，我都没有看过他们的第一次。我的孩子所有的第一次，什么七节贝贝什么呢？我是伫联络簿上面看到的。我是一个小儿科医师。那等到我的小孩子小学3年级跟4年级的时候，他被诊断有书写障碍，我才发现，我不是花最多的钱去我觉得最好的托婴中心吗？结果我居然没有注意到我的小孩子有书写障碍，而且那是个小问题。他的书写障碍的是，他没办法很轻松的像各位一样边做笔记边听课。我是小科医师，你们可能南部的人可能有很多家长叫我去帮他们看小孩，我没时间去顾我的囡仔，所以我就做了选择，我就决定呢，我的生命要转弯。可是呢，世界不会这么想，包括我先生，他也没有这么想。他告诉我，我们家会没钱，一定是因为你妈妈不工作。他觉得陪伴家人、照顾小孩是没有产值的。那我现在在走一条见证的道路。好，这是我曾经的听诊器。好，这是我在斯里兰卡南洋大海啸赈灾的照片。哦，那时候呢，我也是满腔热血。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可是感谢主我嫁给第4代的基督徒，他们身上该让人家跌倒的事情都有，可是神就让我在斯里兰卡直接电到我。好 ，OK， 那来，后来当我辞掉医生之后，我想用下面的斜杠跟各位讲神怎么样带领我的。我现在是教育部认证的家庭教育专业人员，那我是很多家庭教育的平台的特别讲师，打开快来电了哈，自己看戏了拍谁？那我本身也在做快乐妈咪幸福学堂，这是我创办的。我希望所有的妈咪跟我接触，透过我分享之后，她觉得当妈咪是一个非常幸福、尊荣的身份。我今嘛在做这个代志，我帮我翁进产。我带3个小孩子，我永远都是快乐的，因为我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在陪他们。有一天，在我陪以后，他一定会比我们的农作物生命更丰盛。好，那我本身也是大学的讲师，我专门在教性教育的。然后我的3个小孩子在厝里，家己学习，家己学。老大今年已经上大学了，是国立大学的公费生。那大概哪位生脸书列当也当然帮我们按个赞。那个山本柳日本舞勇士，我是一个舞者，我在陪我80几岁的妈妈，让她呢活到老，活跃到老，让她的影响力到老，这样子，这是我在做的。然后呢，这2个黄色的呢，是我以为我会做到退休的工作，结果我1礼拜即马差不多剩4点钟喺做这个代志，伫月子中心内底顺囡仔安尼。牧师，我还有多少时间？差不多了吗？差不多了。好 ，OK， 好。除了家庭的因素之外，再来，还有我生病了。我那时候因为压力太大，您可能看不清楚，家可能较准，我有白斑，不是白线哦，白斑，它是自体免疫的问题，它就当几只色素的退掉，因为我的身体攻击我自己的细胞，我这没了呀，所以我搞完了工，我一定要停下来。但是停下来是一个很大的助。那为了要让大家看到，我其实已经好了，是神带下了超自然的医治在我身上，这是肯定的。所以呢，我就相信世界上最棒的医院在神的家。
然后呢，另外一个我很简短的讲，我可能要结束在这里哦。我对生命是充满了热情的，因为我觉得生命彼此陪伴，生命才可以有出路。那神要我们爱神爱人，我相信神的阿嘎贝的爱要落实在人间，唯有我们愿意去陪人。所以我去陪希望之光，这边都是未婚怀孕的大妈妈、小妈妈。那我很快的讲哦，我这边陪过12岁的小女生。那他们呢，我们陪她爱她。可是他还是有机会，再因为同样的问题回到希望之光，我就发现，我需要去陪这些孩子的家人。所以呢，我后来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弯。我告诉神，台湾不缺一个优秀的小儿科医师，我没有很优秀了，我就不缺一个小儿科医师。可是台湾缺一个像我这样子热情又鸡婆，愿意用生命陪伴生命的欧巴桑。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可以来到这里，这是我的外婆家。我外婆是在这里，那也因为这样子，我把我的生命陪伴生命拓展到多伦多、莱比锡、西安，因为我愿意用生命陪伴生命。那我觉得我越来越丰盛。好，那接下来呢，下一段呢，就是华语礼拜的时候，我还会分享我这样子，我觉得我过得很丰盛，对不对？其实神先祝福到我的家，然后呢，我才有机会能够站在这里。所以呢，邀请各位。我们来体验一下神他带下来的神迹是什么？这样 ，OK？ 耶！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谢谢。若不是主，真的是没办法。那个麻烦。若不是主，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的格局，而且是这么大的格局，这么大的转弯。今仔日咱要看这个经文嘛是，咱看到咱对当礼拜开始，特别。咱拄仔嘛唱歌来学了大笔，大笔伊已经因为伊的囝的原因，甲对杀伊去做即个两个修正。今仔经文来甲讲伊战赢，因为伊的囝伊的情绪的头毛，家己去伫个树篮内面伊的头毛去夹着迄个树枝伊徛而且驼子走去，结果伊掉喺顶头，尾也是死去。今仔经文就是讲大卫已经要搁转来甲即个互人要搁赢做是即个王，是阮的王。伫即个中间，迄阵伊要逃亡的时阵，有一个人呢，即个人叫做示每，每一天的每我即个读几啊遍伊是啥物人？伊就是即个扫罗即个后代伊就是即个利未人有三个拄则看到伊的即个伊的祖先伊的祖先，伊是对安尼来的，所以咱就看到讲伫即个中间，伊心内真硬，真硬伊用啥物咱来读红色即字，红色来请。上主将你老伊家族的血的罪拢归伫你，将即个国交予你的囝押沙龙，担你拄着恶报，因为你是老人的血的凶手。咱就知影讲示每伊是足气的啦，足气大鼻王，因为伊感觉本来应该是扫罗做王的总是安那。伊即马是大鼻做王，所以伊真气。伫即个尾后，咱看到讲伊即个押沙龙甲即个大鼻的修正了后，伊去外口是骂即个大鼻，伊安那骂的？伊就是用石头，用各种的大声来骂伊。咱三个来读即个来请。这无你。我的亲戚囝拢孝顺我的性命，何况这个病闽人出在伊救助，因为是上主甲伊安尼做。是因为一个咧骂人的是为骂大卫，伊咧逃亡当中间总是大卫伊边仔的人讲爱互伊死，这个人实在是真侮辱人，爱互伊死，总是。大卫讲这无你的代志，
我家己的囝拢要我死啊！啊，即个人何况是即个人啊？所以咱就看到讲，人甲人中间啊，真奇妙啊！即个波涛汹涌啊！但是伫咧无共款的即个情形的时阵，人有通啊是心就改变。啊，哪改变？因为即天王转来啊！因为伊本来军队即个阿什龙已经死啊，王转来啊，伊就要安那？伊就见风转舵，就来望即个代表王会当安那，莫追求我的罪啊！所以伊头一个率兵来到代表的面前，伊本来嘛示妹本来是骂王的，伊咧逃亡是骂王，即马王转来啊，要搁做王的时阵，伊就安那见风转舵，见机行事。咱看咱人的心嘛，好，咱三个来读，请。他救我的主，唔通追究我的罪。我第一代心落来迎接我的主，我的王。哇！你看，咱这个嘴脸无共对无吼？这就是人生啊！有的人的格局就是安尼，啊，有的人的局就是安尼尔。伊看到见风转舵，伊看到情势无共款的时阵，伊较紧来调整。第二个经文今仔日讲到即个示巴，其实嘛是扫罗的后代。啊，这示巴伊本来是扫罗即因厝里的人哈，啊，咱来看，伊安那伫进前即个即个代表要逃亡的时阵，伊嘛真好咧，准备足济物件要互代表来逃亡。总是代表问伊讲：你的萝卜咧，你的主人伫倒位啊？哈，伊就甲伊讲我的主人伊摆卡啦，吼，伊想讲一项代志，就是代表王，你即马要逃亡吼，我即马吼伫个耶路撒冷看吼，会有机会互我做王啊？无机会啊！咱来看红色一个来请。伊要伫耶路撒冷，因为伊讲。以色列人听哪里要将我的阿公的国还我？请问阿公像扫罗，所以伊就是扫罗的孙，因为伊咧细汉时逃亡时阵落去，所以伊骹拜骹。即马伊的仆人哦，就来到代表的面前，讲安那。即个我的主人吼，伊即马咧听候等，你即马咧逃亡吼，所以吼，我一旦讲我阿公吼，即个国位要有啊，所以吼，伊无缀我来这是逃亡的时阵。咱看即马转来了后，扫罗战赢，代表战赢转来的时阵，伊安怎讲？好，咱来看红色，请米非波设，你若无甲我做伙去。我的仆人西巴骗我。是啊，伊就问伊问一个讲，你若无缀代表出去战争逃亡，你是毋是敢若你的萝卜示巴所讲的安尼啊？伊回答讲，毋是，因为我摆骹，我无法度走，总是我的萝卜示巴伊骗我。咱看到即个就是人生的局，人生真济的局，真正是咱无法度想，总是代笔。咱看伊是政治家，伊就讲莫阁讲这个代志啊。兄弟姊妹，咱拄仔是用足短的时间看到人无共款的境遇，人的无共款的见机行事，人的境遇无共款，有无共款的应对。咱若要讲较实在，有的人讲，哎呀，这个嘴脸无共啊。总是代表是一个有智慧、政治智慧，咱只有讲伊是政治智慧，莫阁讲这个代志啊！因为人的人生要向前阁行，要阁行的时阵，咱要安怎来做？咱三个来看这红色的字，请。因拢赶紧过约旦河去见王，王得要过河时，其他的囝姊妹来拍伫王的面前。是啊，当人知影局势无共的时阵，较紧越势。如果咱若感觉讲我是得罪上帝，我的局势甲上帝局势无共款，咱真正爱来转越咱的局势，因为上帝设的局，这个大局才是咱的局，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主祷文共款。愿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
亲像伫天里。头前才是咱特别祈祷爱祈祷的，互咱去确定咱的心，唔好随波逐流。咱的心爱对准神的格局，我们千万唔通为着咱得罪上帝。主祷文下骹迄几句，则是为着咱家己个人的需要来祈祷。兄弟姊妹，咱的需要，上帝拢知，拢知。咱更较爱的祈祷是拄则迄个3愿，3个愿望一次实现，就是愿主阮的行为会当是成的，亲像阮是你的圣囝一样。阮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会当悔改。咱知是为是真的悔改，还是假的悔改？咱毋知，因为人生无行到上尾，是无人会知的。总是咱的主知，因为咱到人生上尾，咱要甲主相见面。咱知伫即世间有真济的代志，或者咱爱讲，即世间只有3种代志：我的代志，还是你的代志，还是咱上帝的代志。只要咱分即3个代志，其实就有够野。我的代志，我顾好我家己的代志；这个代志若是我的，我顾好我甲上帝的关系。这若是你的代志，你所做的决定，你甲上帝来处理。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爱先看这个局，你的局是啥物局？有真济的代志，咱无法度搁讲，嘛无需要搁讲，总是公义的代志，咱爱搁讲。过去无要留甜过，咱即嘛无要诚做后边，咱要讲起来的时阵，咱的后代所讲的，讲即个时阵所发生的代志，无要搁留，安尼要安那？就是即嘛，咱就爱来甲好好啊来处理，无互任何的仇恨伫我的生命中间，无伫你的生命中间，无伫咱的生命中间，特别是咱教会，互咱无即个仇恨，因为咱拢是上帝加一份子。咱三个来读，请。就去杀一切的恶毒、歹性地、受气、宣扬、诽谤以及一切的歹。是，咱无食的，所以咱所爱做的就是一项，咱爱亲像主一样赦免咱就去赦免人。当然，伫历史中间，咱看到示每，咱看这三句话哦。咱就知代笔伊有真正原谅是美无？敢有？上尾伊要过身的时阵，伊甲伊的囝安那讲。所以兄弟姊妹，有真济的时阵，或者咱就爱用上主，互咱的教导做咱的准则。咁好，咱三个来读，请。着亲切、仁慈、三款待，互相赦免，拄着上帝有通过基督赦免另共款。是，咱就爱三赦免，总是咱伫赦免中间，一定爱讲着啥物。社区真侪朋友，特别尤其早有鼓舞班结束了，一定甲我来。讲伊听到福音，甲伊家己的信仰，伊毋是基督教的，总是伊会甲我讲。伊讲牧师，咱拢是即个劝人做啥物善，宗教拢劝人做善。即个善敢有共款？倒位无共款？哦，咱的长老第一就讲无共款，因为伊是因的算老师、小组长、区长，倒位无共款？圣经里面讲，何为善？很好，大声一点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亲弟姊妹，这是一个顺序哦。所以当咱咧讲下面的时阵，唔是安尼拢袂看，下面，奉主的名下面。
安尼咱就是咧包压啦，包压就是伤口都不管，内面啊啦落人啊，这毋是咱基督教讲的什么善。何为善？头一个一定什么公义。这项代志有公义无？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人讲啊，恁教会吼拢无疼心啦，这有要紧啊？无要紧，真要紧，但是有搁较要紧的，什么？恁的教会拢无公义啊？请问，倒一个较要紧？对，兄弟姊妹，行公义，再来看讲安那人民，哪拢有啊？我是毋是谦卑？所以兄弟姊妹，了解毋是嘴，毋是讲啊，拢莫想，毋是。咱来正视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过程。曾经我真爱这个神学家所讲的，不饶恕就像自己吃毒药，家己食毒药，确实叫人死啊，敢有可能？家己死大生，对啊，所以咱毋好做这种代志。咱爱先安那，先家己改动嘛，家己改动，了解是一个过程。原咱伫即个过程一生中间，人生咱唱的歌是啥物歌？咱看到的是啥物？这敢目睭？这敢咱看到的？这是一个楼梯。请问这楼梯是一直往下？咱的人生一直往下呢？咱愈来愈老啊，愈来愈老啊！咱教会一直往下吗？咱的社会一直往下吗？超高龄的问题，还是全世界的，咱是往下吗？咱若是感觉是往下，安尼咱就愈来愈无远望。原咱的目睭，咱的格局，人生之歌是往上。咱有看到窗仔无？咱的窗仔，咱看到是上帝国，毋是帝国。原咱伫上帝国内面有份，原咱伫生命中间，咱会当明白上帝的大格局，改变咱家己人生的歌，一定先定位咱的格局是啥物？我、你、咱上帝国的子民，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真无完全，因为人生真短，就亲像今仔讲道时间真短，总是主你的话语，亲像火，亲像大锤，要锤倒，要锤碎，要互阮的心硬心变成软的心，互阮改变阮家己的格局，在伫你。因为阮无法度改变别人，总阮是阮会当改变阮家己，互阮拿来拿亲像你。恳求主赏赐阮开力，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